睇韓國嗰套電影叫《炸雞特工隊》，佢嬲尾嗰場咧喺度睇音樂，我喊啊！嬲尾嗰場咩事咧？個炸雞特工隊其實成扎係想打擊黑社會、緝毒啊，一紮警察，但係好似好騎呢，但原來其實個個背後係好勁收嘅。咁嬲尾佢哋咧點解叫炸雞咧？佢哋要監視一檔黑社會喺對面租咗間鋪，你點監視咧？唯有開炸雞嚇。點知有條友整炸雞整得好叻，好多人嚟幫襯。變咗監視唔到，咁啊好笑嘅。最後尾咧，佢成5條友6條友去打個黑社會，佢一起音樂咧，起咩咧？當年情啊！佢仲要係廣東話，哇！我真係喊啊！